2026丙午馬年象徵烈日當空，火氣太猛就好容易過咗火位。不過都唔使咁擔心嘅，正所謂大道自然，上天安排咗呢個世界，本來就係一物治一物，一物補一物，就好似有榴蓮就會有山竹，有孫悟空就會有唐三藏。你有張良計咩？我都有過牆梯噃。面對馬太歲爺咁強勁嘅馬力，硬碰硬肯定唔係辦法。以下呢3種神獸就可以幫你喺來勢洶洶嘅火馬之年清熱解毒，甚至借力打力，助你喺新一年扶搖直上，馬到功成。今年最得力嘅神獸，第一位係介乎駱駝同綿羊之間，可愛程度可以融化強火嘅網紅神獸羊駝。第二位係人類同馬太歲嘅好朋友神犬。而第3位係人見人愛，連老虎都要認祖歸宗嘅貓大人。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， 撳下面嘅鐘仔訂閱我哋。當神獸出沒嘅時候，你就會即時收到通知㗎喇。